第二章，你着写批，互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讲，迄个正手摕七星，伫7个金灯台中间行的，讲，我知影你的行为，懦弱吞忍，也知影你袂为容忍歹人，你也捌试验迄个自称做使徒，却毋是使徒，看出因是假。你也为吞忍，捌为我的名劳苦，并无野善。总是有一项事，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将起初的疼心离弃。所以，应当回想你是对倒落对落的，搁着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无悔改，我就临到你迄位，将你的灯台对原位刷去。总是你搁有一件可耻的事，就是你怨恨尼哥列一党人的行为，也是我所怨恨的。圣灵向正教会所讲的话，凡若有虚空的，就应当听；得胜的，我的确将上帝乐园中活命树的果子赐予伊。你着写批，互苏美纳教会的使者讲，迄个大声的、末后的、死个国外讲，我知影你的患难，你的丧向，你却是富足，也知影迄个自称是犹太人所讲诽谤的话，其实因毋是犹太人，就是撒旦一会的人。你得要受苦，你毋免惊，魔鬼要将恁中间几个人落伫监内，互恁受试炼。恁的确受患难10日，你要紧着至死忠心，我就赐予恁活命的冠冕。圣灵向正教会所讲的话，凡若有虚空的，就应当听；得胜的，的确无受第二摆死的害。你着写批，互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讲，迄个有2面来剑的讲，我知影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的所在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伫恁中间，撒旦所踮的所在受台的时，你要坚守我的名，无有弃绝我的道。总是有几项事，我要责备你，因为伫你迄位有人服从巴兰的教示，这个巴兰捌教导巴力，将半骹石下伫以色列人面前，叫因食祭偶像的物，行奸淫的事。你迄位也有人照样服从尼哥列一党人的教示，所以你着悔改。若无悔改，我就快快临到你迄位，用我喙中的剑攻击因。圣灵向正教会所讲的话，凡若有虚空的，就应当听；得胜的，我的确将迄个稳肯的玛纳赐予伊，搁赐伊一块白石，石顶写新名。除了迄个领受的以外，无人会认捌。你着写批，互吹雅吹辣教会的使者讲，迄个目睭亲像火焰，骹亲像光明灯上帝的囝，讲，我知影你的行为，疼心、信心、困劳、吞忍，搁知影你末后所行的好事，比起初所行的搁较多。总是有一项事，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用迄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人亚先别教导我的奴仆，引诱因行奸淫，食祭偶像的物。我捌互因悔改的机会，
伊却毋肯悔改伊的淫行。看，我要互伊鞭倒伫面床，遐会甲伊行淫的人，若无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互因当受大患难。我阁要杀死伊的同类，互众教会知影，我是迄个察看人肺腑心肠的，阁要照恁的行为报应恁逐人。交伫恁喙牙喙力欺侮的人，就是一切无趁迄个假释，毋知影因素常所讲撒旦深恶的理的人。我甲恁讲，我无将别个担下伫恁的身顶，总是恁已经有诶，总着持守，直直等到我来。迄个德性，佮遵守我命令到底，我要赐互因权柄，制服列国。伊的确用铁管喝管因，将因亲像烧灰师傅的灰器拍到粉碎，亲像我对爸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阁要将神星赐互因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，凡若有虚空的，就应当听。